后来，这个桃园病院群体感染，嘛，互不少人回想到当年的SARS。到底台北和平病院是一个下令封院的呢？当时的台北市长、前总统马英九的办公室发表声明，讲是中央下令地方来执行。这是互当时做行政院长的游锡堃真生气哦，呛马英九出来讲。 桃园病院感染烧话还未收煞，煞互人想到2003年 SARS 和平病院封院事件。决策的过程到底是安怎？当时做台北市长的前总统马英九，由办公室发出声明稿，强调是中央下令地方执行。你自己出来面对啊！不管怎么样，我那边有很多资料啦。最后，时任行政院长游锡堃骂马英九爱出来面对，共同达成。 这个意见之后，在行政院召开记者会，发表这个共识，说这是一个台北市跟中央有共识的一个决定。礼拜四是宴会，他没有讲。第二天封宴，我也不知道，封宴才知道，知道我们就紧急处理啊。说我们都没有告诉他，我们觉得很诧异，他的副院长召开的会，他怎么都不知道呢？这恐怕他自己要检讨吧。 桃园病院感染的事件，互因开始留过去的代志。不过，容易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想讲的是真实，上伫咧杀责任，互大家看到强要火气。